双手忙个不停，一个个白胖浑圆的客家菜包在手中成型。刘秀英的客家菜包店在中立开业20年，络绎不绝的人潮犹如观光景点。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菜包，就好像吃盐，就好像吃水饺吃元宝一样嘛。那好彩头，因为我们是用菜头做的，所以叫好彩头。传统客家菜包不用面皮，而使用纯米，粘度、Q 度、硬实不同，一点一滴看得出老板的讲究。猪笼版一定是这个样子的，很可爱啊！对。每个包子都有不可爱。对，客家米食种类繁多，30多种口味，总让客人下手时犹豫不决。抓得住饕客的胃，刘妈妈的成功秘诀在扎实的内馅。蒜苗蛮贵的啦，所以一般人舍不得放。那我们的话是专卖店，所以你一定要舍得，所以才会好吃。有舍才有得，就算萝卜从1斤150块涨到800块，刘妈妈还是坚持要让顾客尝到最饱满的客家风味。撩懂多，皮薄馅多的意思，对。撩懂多或撩懂爆都可以，对。撩懂多，或者你也可以说撩懂爆，撩懂爆。